啊，母狗敢会做歹？应该会惊人。啊，伊四只囝敢有了？恁在去迄，甲这敢有共母狗的哈？共的啊。阿桑，这狗母转来哦。因为我们等一下应该会让小狗先进去笼子看会不会喝奶。对啊，要试看看啊，无伊。因为我怕。这只已经死一只去啊。我惊到时阵狗母放出来伊会惊人。哦，阿桑，等下迄狗仔囝先缀在内面，看会滋温袂啦？狗仔伫内面咯。爸啊，我甲狗仔找出来先来，看会使食点咯。我先甲狗仔找出来看会使食点咯。狗仔囝甲放在内面，互伊。伊会惊啦。无啦。狗仔囝先甲放在内面，互伊食奶啦。安尼会使。你敢入去甲伊看卖一下？啊，这只哪安尼？这只还搁咧活无？外口这只。我唔敢甲摸有啦，有咧叮当。啊，内面。啊，另外迄只你甲单调起来哦。啊，我看到这才四只哦，啊，袂走伫倒？走散开哦。啊，伊毋着前迄天到当拢无食？无啦，啊，伊这只还阁有啊，这只有伫遮啊。当然是有啦，有咧活啦。有咧活哦，啊，拢全部拢黄色的款呢。系啊。无啦，咱等下狗母要转来，你是毋是爱甲捧较出来的？伊食奶较方便。捧也袂食，捧到个个狗仔，捧叮当就可袂闻啊，目睭也无看，伊就乱闻乱闻。开起来。有啊，啊。无咧，有咧食啊。我要拍一张那个。